的时阵，咱毋免惊，耶稣搁一届互咱得到快乐。也相信伫即个时阵、即个时刻，耶稣嘛敢三甲伫地，要透过伊的话语，搁一届来更新改变咱。嘛伫今日的礼拜中，咱有伊伫祈祷的时间，所以伫等的讲道煞，你若有需要的兄弟姊妹，你会当徛到伫台前，咱的代祷勇士会为你祈祷。透过因的祈祷，互你得到帮赞，得到鼓励。最重要的是，互需要的兄弟姊妹，搁一届知耶稣伫你的性命，毋免惊，耶稣是你上大的倚靠。愿上帝赐我伫咱早起时的礼拜，从头到尾拢有伊的恩典，充满伫咱每一个的心内。伫咱开始讲到进前，咱搁做伙来做一个祈祷。阮伫天的爸，我满心感谢你，感谢你搁一届引带，互阮伫今仔早起时三甲自进，要一届透过你的话语来更新改变阮的生命。主要求你透过你的话语来对阮讲话，互阮透过今仔所听的、所领受的，搁一届真做是阮生命中上大的帮赞。求主你带领，也透过你的话语，搁一届光照阮的内心。互阮通了解你圣经话语中的奥秘，将今仔时间全然交托仰望，求主你来帮赞，求主来引带，安尼祈祷，拢是用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今日和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的主题，这个主题叫做上山和落山的人。我想大家应该拢有去爬过山，应该大家拢有爬过山哦。只是伫咱的台南较无啥物较悬的悬山通爬。你若台南要爬山，上悬的山，印象中应该是大洞山。伫台南应该上悬是这个山。每一届有机会去爬山的时阵，对我来讲拢是一个足好的经验。因为去爬山的时，会当欣赏大自然的风景，会当伫爬山的过程会当享受一切上帝创造的美好，但是当咱爬上到去山顶的时，一定嘛爱落山嘛，无可能住伫山顶，无可能住伫山顶，咱犹原爱返到伫家己的厝，返到伫家己的所在。所以虽讲伫山顶迄个景非常的水，虽讲伫迄个山顶，互咱感受真好，袂歹。但是咱犹原爱返到伫家己生活的所在，继续来生活。咱今日看的经文，咱看见耶稣和伊的三个门徒做伙去爬山。耶稣带伊的三个门徒做伙去爬山，然后伫山顶有一个特别的经验伫迄个所在发生。然后耶稣和伊的门徒有无共款的经历，但是伫这个过程中，因的生命有无共款的看见，也有无共款的改变。所以透过今仔经文，互咱嘛做伙来思考。其实伫咱的生命，咱嘛亲像是一个爬山，亲像是一个落山的人。当咱要人生生活某一个目标前的时阵，咱亲像在咧爬山。但是当咱到一个目标完成的时，咱犹原爱落山，去继续咱人生的另外一个目标来继续跑走。伫顶个月有一个新闻，毋知大家敢有看到？有一个新闻是有一个台北的一个补习班，伊将一对兄妹仔，因逐工伫学校佮补习班的全部的时间表铺出来，然后这个时间表出来，大家都咧看，讲这对兄妹仔因一天的生活是安怎安排的。因5:50爱起床，5:50起床，然后开始有济活动。甚至因连食饭拢爱伫车顶食，写功课拢爱伫车顶食。然后一天因只有困眠6点钟，其他的时间除了伫学校，因就是爱补习，因爱去学钢琴，爱学足侪无共款的物件。所以有人就咧讲对这对兄妹仔来讲，因搁遮细汉，搁读国小尔，因着爱学习遐侪物件，爱将遮侪物件拢放伫因的生活内面。对因来讲，敢会伤过侪压力？对咱讲，敢会伤无用？但是这个新闻记者后来有去采访，透过这个补习班去问到伊的妈妈，补习班妈来讲，袂这两个囡仔感觉
足快乐的，足快乐的吼，逐工安尼生活足快乐的。但是，其对咱大人来讲吼，叫咱爱5:50起床，然后一工拢工作，然后拢袂晓歇困，到暗时10点才会当困，对咱来讲已经足挡袂牢啊，已经是无法度做到的代志。但是，咱无法度通真实了解这个囡仔到底是安怎想法，但是这个囡仔是讲，伊真享受伫这个内面。其实，咱看见不论是即摆的囡仔，不论是即摆的囡仔，因下课了可能爱补习，爱去学无共款的才艺，甚至是咱大人，咱逐工嘛有足侪的行程，咱有足侪的代志，咱来安排。在座兄弟姊妹可能有一寡搁咧工作，有一寡可能已经退休啊。但是无论咱搁咧工作，还是游玩，已经退休啊，咱逐工的生活拢互无共款的代志来充满，咱拢有家己的安排，咱拢有家己的时间表。但是伫这个无形内面，咱有时阵可能无法度通去认真真正去看，咱的生命敢有无共款的改变，咱的生命敢有无共款的成长，甚至可能经过侪的时间，经过足侪做了足侪代志，但是可能咱的生命犹原搁伫原地无进前。所以当咱安尼看的时，咱会发现一项代志，咱拢伫我头前讲，咱其实逐工拢亲像咧爬山落山共一样，咱拢有某一个目标，然后完成啊，搁落山，然后搁爬山去后一个目标，完成啊，搁落山。咱逐工的生活有时阵就亲像安尼，爬悬爬低，爬悬爬低，一直咧一个目标，一直咧进前，一直咧进前。直到有时阵，咱真正无法度通了解，咱生命是要为佗去，甚至咱的生命无法度通得到真正的休困，真正得到完全的安息。这礼拜夏牧师在和咱分享的主题讲题内面，伊讲守安息日的重要性，互咱通了解为啥每一个礼拜日咱要来做礼拜，为啥每一个礼拜咱爱守安息日？因为这是一个互咱伫无形的生活内面，伫咱每一届的生活在达成一个目标，也是咧无形的时阵，会当通安息落来，通安静落来，通来搁一届看家己的生命，通伫主的面前搁一届来思考我的生命，伫新的一个礼拜会当对来进前。其实逐礼拜咱的教会嘛，亲像咧爬山一样，哪会安尼讲？伫以赛亚书第2章第2节，以赛亚先知安尼甲以色列百姓讲：咱来上主。来上上主的山，来去雅各的上帝的殿，伊要用伊的道路教示咱，互咱行伫伊的路。其实咱每一个嘛在爬山呢，咱不只是伫咱的平常的生活在爬山有目标，每一个礼拜日主日的时阵，咱嘛在爬山。咱来到主的山，咱来到上帝的圣殿内面，来甲主相亲近。伫说所在，有互咱会当通安静，通互咱有思考的机会。毋是只有伫咱的生活无用尔，是伫即个所在通安静，伫靠主的面前来思考后一步要继续安怎行。伫咱今仔看的经文，咱看见是耶稣伊的生命内面，伊服侍的过程上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。伫耶稣的一生当中，有7个非常关键的时刻。第一个咱知就是伊降生伫即个世间，真做人；第二个就是。伊互伫约旦河，互约翰行洗礼，然后第三个上重要代志，伊进入到伫旷野有40天，然后受到魔鬼的试探，然后就是咱今仔所看一个非常重要，伊改变伊的形象，然后伊要行耶路撒冷定十字架，然后搁活就天。这是耶稣伫伊的一生当中非常重要的7个关键的时刻，特别伫这个变。伊的形象了，伊要行耶路撒冷，要行伊受难受苦的道路。咱搁过2礼拜，咱嘛要搁进入，搁2礼拜要进入受难周，搁要搁一届来思想耶稣为咱受苦受难的意义。我想当这个经文，这个非常关键的时刻，耶稣变了形象，伊嘛要开始行这个受难的过程。耶稣要停留伫山顶。伊完行落山，继续头前伊应该行的道路。这个故事，这个所经历的代志，互咱会当了解耶稣到底是啥，互
互咱通了解耶稣为什么来这个世上的目的是啥，嘛互咱了解咱会当安怎和耶稣有好的结连，嘛互咱通了解伫这个过程，耶稣伊要带互咱的意义是啥。拄仔所讲，当耶稣变形象的这个代志了后，伊就要继续行往耶路撒冷的路程，然后要死伫十字架。咱拄仔所看的经文嘛，非常的特别，出现了两个特别的人物，一个叫做摩西，一个叫做以利亚。因出现，甲耶稣来讲话。这两个拢是伫以色列的历史内面非常伟大的两个人，一个是代表旧约的律法，一个代表是旧约的先知。而且这个人，因拢捌伫西奈山和上帝有亲密，而且是直接对话的机会。然后这两个人出现，代表是律法甲先知，嘛代表是耶稣要受苦。咱今要看的经文，伫路加福音的经文，伊讲这两个人出现，和耶稣在讲的，是讲耶稣煞来要受苦受难的代志。但是因两个人出现嘛，代表耶稣搁要搁活。所以当这个关键的时刻，耶稣要行耶路撒冷伊继续的路程，要落山继续时，这两人出现代表非常的意义。咱拄仔所讲，互咱了解这人代表律法，代表先知，因是旧约的代表，互咱通因的显现嘛，互咱通知耶稣伊要继续延续旧约的应允，伊要带来一个新的改变，伊要带来一个新的恩典，上帝的国度要伫伊内面来实现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经文，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文。毋若是一个看到一个新嘢，看到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尔，是一个非常大的意义。但是当咱继续看今日经文进前，咱了解一项代志。这段经文进前，耶稣好像带着三个门徒到伫山顶，然后看见这个异象，看见这个新嘢。但是伫这个经文进前，其实这个门徒因的心非常的不安，因为要去爬山进前是耶稣头一届甲这个门徒讲。耶稣要到伫耶路撒冷受苦受难的代志，所以伫头前的经文，伫马太福音16章，伊讲耶稣开始甲对伊的门徒讲，伊一定要去耶路撒冷。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？要去遐受苦难，互人害死。但是第三日，上帝要互伊过活。这个时阵，耶稣的门徒彼得就甲耶稣叫去边仔讲：主啊，绝对毋通，绝对袂使。我袂互这款代志来发生，所以当耶稣要带这门徒上山进前，有发生这款代志，所以对这门徒来讲，因的心应该是非常的艰苦，甚至是非常的犹豫。耶稣到底在讲什么？耶稣哪会讲这番话？耶稣毋是和咱好好吗？和咱好好斗阵做伙吗？哪会耶稣忽然间讲这个代志？所以。就是伫这个特别的时刻，伫这个门徒感觉犹豫的时刻，耶稣伊带三个门徒去山顶，然后开始了这个故事。所以咱先大概了解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啥，然后咱要开始来看这个故事，开始看耶稣甲伊的门徒做伙爬山的故事。咱来看第一个要和大家分享的。第一个，这个故事会当互人来做伙思考，较无追求是为着要亲近上帝的心意，较无追求是要为着来亲近上帝的心意。咱搁一摆看拄仔的经文，马太福音第17章的第1节到第2节。来日了后，耶稣带彼得、雅各的小弟约翰。因家己爬去一座的关山，伫伊面前，耶稣的形象改变，伊的面亲像日头发光，伊的衫变成亲像光遐尼白。咱看见这个经文，耶稣带伊门徒去，然后耶稣的形象改变了，和因所平常时看到耶稣无共款。耶稣的衫亲像光遐尼白，耶稣的面亲像日头发光。其实，咱看见圣经有侪的故事，拢是山顶的故事，拢是甲上帝通相亲近、祈祷、听上帝的话，甚至是领受使命的所在。在头前看到有两个人物，
摩西也是以利亚，伊嘛是拢伫西奈山受到上帝真大的启示，然后接受到因性命的使命。所以当咱看到圣经内面上出现伫山顶，也是要去山顶的时，大部分拢是一项和上帝咱相亲近，和上帝咱听上帝话，和上帝祈祷，领受使命的所在。所以咱知因做伙到山顶，可能代表有一个使命，可能有一个机会，互因通和上帝来相亲近。然后咱继续看，伫下马太福音相共类似的经文的路加福音又讲到，耶稣的形象改变的时，伊咧做一项代志。伊在祈祷的时，面貌改变，伊的衫变甲白死死。所以咱看见耶稣毋是只有爬去迄个山，带伊的三个门徒，甲要去户外教学、去旅游尔。耶稣带伊三个门徒到迄个所在，耶稣做一项代志，伫遐祈祷。咱看见耶稣常常伊得到能力的方法，是伊透过伊的祈祷。咱知拄仔耶稣伊要爬山进前，伊甲伊的门徒讲，伊要去耶路撒冷要受苦要受难。我想不只是遮个门徒因的心艰苦，因的心忧闷。耶稣要开始行耶路撒冷的过程，伊的心嘛开始会忧闷，伊的心嘛开始会艰苦。我要开始行迄个苦难的所在。但是耶稣得到能力的方法是啥？透过伊的祈祷。所以咱看见，当耶稣伊变了伊的形象，意思是啥？改变伊的外形。代表这个改变，毋是耶稣家己改变，是透过上帝互伊的气力，透过上帝的能力，互耶稣通改变伊的外形，互耶稣通得到对上帝遐来的能力。所以耶稣亲近上帝的方法，伊到伫山顶亲近的方法就是啥？透过伊的祈祷，透过伊甲上帝这款亲密的关系，得到气力，得到引带。互伊的内心也得到平安，得到安稳，得到平静。所以我咧讲，咱看耶稣常常伊的服侍进程、服侍的当中，甚至伫伊的服侍了后，伊拢用上帝来祈祷，伊拢为上帝祈求对伊遐来的气力甲能力，互伊通去面对遮侪无共款的挑战，互伊通面对当伊的有无共款的使命的时，伊通知安怎去做。所以咱每一届来到教会，咱每一届伫主日的时阵做伙来，拄仔讲咱做伙来爬这个上帝的山，做伙伫遮守安息日的时阵，咱嘛是搁一届透过咱的祈祷，透过来追求上帝，互咱的心得到气力，得到引带，互咱的心搁一届会当有平静安稳的时刻。耶稣伫马太福音11章28节嘛安尼讲：劳苦背重担的人，拢着来我遮，我着要互恁安息。耶稣嘛安尼讲：劳苦背重担的，着来我遮，我要互恁得到安息。当咱搁一届较无追求的时阵，是为着要亲近上帝的心意，透过咱的祈祷，透过咱对上帝的心，互咱会当搁一届了解上帝，互咱的使命是啥？上帝互咱的旨意是啥？上帝互咱后一步的引带是啥？第一要和大家分享的，不只是追求上帝的心意，第二个时刻爱去听，为着要去明白上帝的声。不只是有追求，不只祈祷，嘛爱时刻去听，来去明白上帝的声。在经文17章的第3节到第4节，伊按煞咧安尼讲，伊讲忽然间摩西甲以利亚对因来显现，甲耶稣讲话。彼得对耶稣讲：啊，主啊，伫遮真好。你若要，我着伫遮搭3间寮啊，一间互你，一间互摩西，一间互以利亚。所以当耶稣祈祷到一半的时阵，耶稣形象改变，然后出现摩西，出现以利亚，这三个门徒看到，哇！因第一个反应是真好，主啊，阮伫遮真好。但是咱看彼得咧讲真好，伊是咧讲啥？彼得咧讲真好，原文意思是讲上好。这所在是上好的，无另外的所在比这个所在搁较好啊。这是上好的，
但是咱认真啊看，彼得伊敢若毋是遐尼清楚，伊家己在讲啥物？彼得讲啊，主啊，阮伫遮上好，阮伫遮就好啊。伊敢若无法度真实通了解为虾米这两个人忽然间显现，伊无法度通了解为虾米耶稣变了形象。伊只能讲啊，安尼上好，有耶稣伫遮就好啊，有摩西有以利亚伫遮，安尼就好啊，这是上好的所在。这个门徒因所期待的，因所想要了解的，是因家己所想要了解的。因袂记哩迄个真实要面对的问题，因袂记哩因阁有家己的使命，因袂记哩因阁有忧愁的代志。因讲啊，即马安尼就上好啊，主啊，一切拢袂要紧啊，安尼一切就好啊，安尼就上好啊。有时阵一个军队耶稣的人，有时阵一个基督徒可能嘛会亲像彼得这个时阵的心情一样。只想要伫山顶享受迄个美好的时刻，但是却无明白耶稣的心意是啥物，无愿意落山去行迄个十字架的道路。彼得讲啊，遮上好啊，我停留伫遮就好啊，我安尼，我着留伫遮就好啊。咱看见彼得的心，看见彼得的回应，互咱嘛了解一项代志。有时阵咱着想讲啊，伫即个美好的时刻就好啊，却无愿意搁一摆来思考耶稣真正爱咱做的啥物，爱咱做的代志是啥物。咱每一个人的信仰，咱每一个人的经历，是不断在变化的。咱每一个人的生命嘛是不断在变化的。但是上帝安排绝对毋是爱彼得，也是爱咱，只有停留伫一个所在尔。有上帝同在美好的奇妙是非常好的一项代志，无毋对。但是上帝所以啊，不只是咱停留伫即个美好的内面，有搁较重要的代志，爱咱继续来往前。所以咱看继续刷来经文第5节的经文安尼讲，彼得伊悠然在讲的是。忽然间有一个魂出现，然后有一个声音对迄个魂出来讲：“这个是我所疼的囝，伊我真意爱，恁着听叹伊。”当彼得伫遐想啊，伫遮就好啊，伫遮就好啊。这时阵有一片魂出来，这个魂内面有一个声音讲：“这个是我所疼的囝，伊是我所意爱的，恁着爱听叹伊。”这个魂所出现，互咱想起当耶稣伫约旦河洗礼的时阵，嘛共款。当耶稣洗礼的时阵，天开啊，有一个声音出来讲：“这是我所听的，我所欢喜的。”但是含迄个经文无共款的是，这个时阵佮加了一句：上帝讲啥？恁着爱听伊，恁着爱听叹伊。恁着爱听伊，还是恁着爱听叹伊？其实伫原文的意思，不只是听尔，更较重要的是有一个军队的意思，毋是只有听尔，是有军队的意思。而且这个听，毋是只有听一摆尔，这个听毋是只有听一摆尔，这个听是持续不断的听，代表爱不断听，不断军队，毋是伫某一个时刻尔。毋是伫某一个时刻听，毋是伫某一个时段军队尔。所以当遮个门徒因咧想讲啊，伫遮上好，阮听伫遮就好啊，毋免进前啊。这个景上水，阮伫遮看就好。但是有一个声出来甲因讲，恁着爱听叹伊，恁着爱军队伊，恁着爱军队耶稣真实的生命是啥物？其实咱认真来想，有时阵咱的生命毋是咧军队耶稣。有时阵，咱的生命，咱可能只是在看耶稣做啥物，咱才决定要做啥物。有时咱可能只是在跟踪耶稣尔。耶稣，这有好康诶，所以我对你做伙来。耶稣，我看这个，我观察一下，我才决定要军队吧。有时阵咱想咱讲，一个基督徒爱军队耶稣，军队耶稣，但是有时咱无的确真正在军队。
有时阵咱可能拢停者啊，安尼就好啊，耶稣安尼就好啊。有时阵咱若是刀片家己的内心，也是有完拢用家己的想法在想，安尼就毋是叫军队。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邀请。当咱听见耶稣的上帝的声时，上帝讲爱军队耶稣，恁着爱听伊。这是一个互咱通含耶稣做伙经历生命的改变。适当的时阵，放落家己的想法，来听上帝的心意是啥。适当的时阵，爱放落家己的想法来听上帝的心意。所以，约翰一第10章27节，耶稣嘛安尼讲：我的羊听我的声，我捌因对我。耶稣讲：我的羊听我的声，我捌因，但是因也对我。所以这是一个持续进行的，听毋是只有听一摆，军队嘛毋是军队一摆，信仰是不断改变，信仰是不断进程的。除了听以外，嘛有一个互咱会当继续来分享的是，咱嘛爱注神来仰望，为着来看耶稣的本身，不只是听尔，不只是听耶稣军队耶稣。咱嘛爱注神伫耶稣基督的本身。第6节到第8节安尼讲，门徒一听到即个话，听到迄个训出来的声，因就惊着，因就跋落去，非常惊吓。耶稣就行过因的边仔，甲因讲起来，毋免惊。因一个业仔看，只有看到耶稣以外无别人。当遮的门徒听见这个声，哇，着惊咧！哇，上帝讲话啊，着惊。但是这时阵耶稣出现，因望、因安慰、因鼓励，甲因讲毋免惊。当因夜捌看的时阵，只有看到耶稣。其实这经文嘛，互咱搁一摆看见，这门徒非常的惊吓，甚至是毋知要为地找着真实的帮助。头前讲因要面对耶稣，可能要受难，因足惊吓的。忽然间，佮面对摩西、以利亚佮出现，伊嘛毋知应该安怎回答，说啊，伫遮就好啊，伫遮就好啊，停伫遮就好啊。但是耶稣了解因的软弱，耶稣了解因的需要是啥物。当耶稣甲因讲的时，因才举头，捌，但是因看到的是只有耶稣一个人。上帝毋但爱咱去听从耶稣的话，毋但互咱爱学习去跟对伊，搁较重要的是爱互咱将咱的目睭所看的，看到耶稣的形象，单单来仰望伊。毋是只有听尔，搁较重要是将咱的眼光放伫耶稣基督的身上。伫旧约内面，咱拄仔所看的迄个先知叫做以利亚。伊嘛有足侪爬山、落山的经验。有一摆，当伊和巴黎的先知相战，然后伊赢，但是迄个王后却因为安尼要甲伊迫害，所以这个先知以利亚伊只好紧逃走。伊袂记得原本上帝伫伊的面前所做遮大的神业，伊所看到是非常互伊惊吓，毋知要安怎。所以紧逃走，然后经文安尼记载，上帝派使者，互伊有物件通食，有物件有通啉，然后伊行40暝日，行到一个所在，就是这个西奈山。伫迄个所在，上主甲伊讲：你出来山顶，伫山顶，伫我的面前。然后迄个时阵，上帝经过，阁有细，阁有轻的声。上帝显现，阁一摆，互伊看见上帝的作为。而且伫这个代志了后，上帝嘛阁甲指示你爱继续落山去完成上帝互伊的使命。有时阵不只是听到迄个声尔，有时阵阁爱重要是，阁一摆将咱所看的，阁一摆和上帝的心意来夹做伙。所以，互咱嘛学习不只是听尔，嘛阁较注心伫耶稣基督的本身。所以伫诗篇73篇的25到26节，
经文安尼讲：伫天顶你以外，我有啥物人？伫地上你以外，我无所倚赖的，我着替我的心神会衰弱。毋过上帝是我永远的气力，甲我的产业。伫天顶除你以外，我阁有啥物人？伫地上除你以外，我无所倚赖。互咱一个上大的提醒，互咱自信伫耶稣的身上。最后，互咱看见的，继续何塞，为着要跟对耶稣的脚印。耶稣含这个门徒伫山顶经历这非常大的神迹，门徒不只看到，不只听到，不只有领受到。耶稣嘛交代因一项代志，毋是只有停留伫迄个山顶，毋是只有起迄个鸟仔伫遐尔。耶稣讲爱落山，继续恁的生活；爱落山，继续恁的服侍。第九节，因落山的时阵，耶稣甲面人讲。人子对死人中搁我进前，你毋通甲别人讲起所看见的异象。耶稣为啥安尼甲讲？因为耶稣惊这个群众可能会误解耶稣真实的意思，因可能无法度真实了解耶稣是啥，所以耶稣先讲，先莫甲讲。等代志已经成就啊，大家就会了解，大家就会了解耶稣为虾米做经历这个代志。但是咱看见耶稣。邀请这个门徒落山，耶稣邀请这个门徒陪伊继续行服侍的道路。耶稣邀请这个门徒继续行一个受苦受难的道路。耶稣无因为安尼就停伫迄个所在。我讲咱人的一生，头前嘛讲咱一生可能拢有几落摆，亲像咧爬山一样，过程可能辛苦。但是，当咱爬上迄个关山的时阵，迄个山顶的时阵，拢会互咱无法度袂记哩，迄个上水的迄个时刻。咱拢可能伫人生拢爱爬行、爬山，可能过程真足辛苦的。但是通常咱完成的时，咱拢会足欢喜的。但是，咱无可能永远拢停伫山顶嘛。咱犹原爱有落山的时刻。咱犹原爱有落山的时刻，咱犹原头前所讲，犹原爱转到家己的生活，转到家己的服侍，转到伫家己应该爱去的所在。所以当使徒彼得，伊着彼得后书，伊嘛回想这个美好的经验。伊讲，阮有亲目睭看见伊的尊严。伫圣山的时，我嘛伫遐有亲身听见对天顶出来的即个声。彼得伊嘛讲，我真正有看到，我嘛有听到，我嘛有经历到。但是，咱看去彼得写这本册的时阵，伊毋是伫山顶写的，伊是伫伊的服侍，伊经历做了后写了这本册，去鼓励其他的基督徒。山顶的荣耀是一时的。但是落山了后的使命是一世人的代志，是一生的代志。咱每一届来教会来礼拜，拢是真好的属灵的经验，美好属灵的经验，互咱通休困，通咱敬拜上帝，领受平安，领受喜乐。但是伫这款的时刻，咱嘛有犹原爱转到伫咱的生活，犹原爱转到伫咱的工作。转到伫咱的家庭，咱毋是只有留伫这个属灵的氛围，讲哇真好，伫遮就好啊，伫遮就好啊。咱嘛犹原爱思考咱伫世间上，咱每一项的责任是啥物？咱嘛犹原爱想咱的责任是啥物？耶稣已经将伊家己的性命互咱，邀请咱含伊做伙进前。耶稣毋是只有停伫遐尔，耶稣嘛。毋是只有咱搭一个鸟仔放伫遐，咱敬拜伊就好啊。若是安尼，含外口传统信仰的生命有啥无共？耶稣毋是停伫遐无振动的，耶稣嘛毋是希望咱着放一个鸟仔伫遐，哇，安尼就好啊。耶稣陪咱做伙行咱生命的道路，毋是只有伫山顶美好的属灵经验尔，是伫咱每一个生活的时刻，伊拢甲咱相甲伫地。所以当耶稣含这门徒因落山了后，拄到的第一项代志是啥？因着拄到一个老爸，
带伊的囝，因为囝互鬼附身，带伊来找耶稣，耶稣来医治我的囡仔。所以当耶稣一落山的倒种代志啥，就开始对伊的服侍啊，就开始伊继续伊的使命。耶稣带着伊的门徒，转到伫山骹，转到伫群众的内面，转到耶路撒冷的路程，转到原本的使命。耶稣有一个非常荣耀，含这门徒拢有到一个非常荣耀的山顶，哇，有足好的经历。但是咱看见最后，耶稣伊透过伊的受苦，透过伊性命，才互人看见啥物才是真实的使命。互咱较看见啥物是真正爱行的道路，但是嘛，因为安尼，搁较了解咱每一个人的需要。咱伫新闻媒体嘛，常常会看到一个形容词叫做接地气。咱有看到一个形容词叫接地气。咱的信仰嘛是共款，毋是只有停留伫教会内面，毋是只有停留伫咱每一个水佮美好的信仰的经历尔。咱拢爱转去咱家己的生活，咱拢爱转去家己的服侍，转去家己的家庭。咱拢有爱需要去面对的困难、面对的挑战、面对的每一个人。但是嘛，因为咱有这个经验，嘛因为耶稣真做是咱一个好的模样，通互咱含伊做伙行。所以嘛，因为安尼，咱看见咱基督教的特别的特色，就是伫分享甲服侍内面。你来山骹，毋是啥物代志都拢无做，你来山骹是含别人做伙分享，含别人做伙来服侍。若是耶稣基督拯救的这信息是美好的，这真正是一件好的消息。安尼就毋是只有家己享受尔，毋是只有停留伫迄个感觉哇足好的，家己享受就好啊，是爱分享有需要的人。这嘛是咱每一个人伫山骹的使命。每一个礼拜，每一个礼拜，咱拢来爬山，爬上帝的山，来到圣殿来朝见伊，来到伫这个所在敬拜、学乐、祈祷。但是当礼拜结束，咱就落山。当然，咱是为4楼行到1楼，无山较悬。但是，咱又还要转去伫家己的厝，转去伫咱家己的工作，转去伫咱家己的服侍。毋是只有家己享受、领受尔。上帝互咱有无共款的使命，但是伊陪咱做伙行。上山，互咱有美好信仰属灵的经验，互咱谈明白上帝。但是落山，互咱有重新得到快力的力量来跟对耶稣。每一届来教会，每一届来礼拜。拢嘛，咱真正会当得到迄个美好属灵的经验。无论你透过诗歌，透过祈祷，透过诗班的献诗，透过讲道，透过奉献，透过可能某一个兄弟姊妹的服侍，互你感受到美好的属灵的经验，互你认捌着上帝。但是当结束要转的时，爱记哩，得到这种快乐，得到这种稳定，继续来跟对耶稣。过2礼拜，受难周就要到。拄仔讲这个故事了后，就是耶稣要开始行受难的路程。茫，咱搁一届嘛来思考耶稣的使命是啥？伊毋是只有高在上，真做是一个上帝尔，毋是只有是迄个阳光伫迄个美好的内面，伊是和咱真实做伙行，互咱会当得到快乐。互咱通得到对伊遐来稳定，和伊做伙三工行咱每一个人人生的道路。所以这时咱嘛要做伙来祈祷，咱先来唱一条诗歌，然后咱要做伙祈祷。特别咱要为着需要兄弟姊妹来祈祷，特别为着你拄着困难、拄着挑战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等你来到台前的时，有服侍同工会为伊来祈。